总算是到位啊啦。安尼，你甲我斗3工者吼。好，你甲我讲，我甲你斗咱来3工。这外口传的物件较济，啊，你连面包放喺遐，啊，我先煞检查我载的物件有够无吼。这叫做布棚啦吼。啊，这个暗时有时阵要煮饭，吼，要烘肉。嗯。我哪会爱搬遐济物件啦？啊，当然嘛，你出来露营就是安尼物件穿好便便，啊，毋才会舒服对无？你毋是讲露营就好耍，我即摆来有够忝的啦。露营好耍啊！露营嘛是共款爱做味咧，会来研究看卖啊。好。但是我有约一个我家己的好朋友，哦，足够露营的啦。伊算讲全台湾四界走的啊。好啦，等伊来好啊啦。这嘛是爱继续学习的。嚯，好好研究一下哦。来啊！哎呦，阿伟啊，你总算是来啊啦！哎 ，hello， 哎，这阮朋友啦，阿伟，啊，这卡洛啊，你好。这是我迄位足够露营的朋友。哦，就是一直乌路伊的迄个啦。对哦。哦。高手。啊，毋过阮的装备是伊的10倍呢。系啊，因为阮奥多摆露营来讲，装备拢会炸较少。所以你平常时露营考虑一台奥多摆尔。哎对，系啊，哎呦喂啊！会使。安尼真正是牛人呢。全部的物件拢放在遐呢。哦，系比食的、用的、大的，啥物拢有安尼。安尼你看，咱缀着人啊啦。真正是高手呢。哎，阿伟，啊，念伊露营是伫遮附近吗？是爱去后壁？爱搁较内底一点嘛。哦，较山顶淡薄啊。对。无，咱念伊直接叫伊遐好啊。好，无问题。哎呦，阿伟，你在创啥啦？哎，系啊，阮在遮挂水啊。哎呦，阿伟，我拄好，我爬山嘛有坐啦。哦，来，系啊，我顺便帮你递。对啦，我甲你做伙灌水好啊。这里哦。来，伊徛倒摆啦，就是因为袂使炸伤侪物件，所以连水拢是摕大自然的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因的装备较简单啦。哦，系啊，而且用这水来泡茶上简单，尽量是较顶头的溪水安尼，较清气。好。是啊。来，哎，这透心凉的呢。我淋过来买者。这水上甘甜啊。嗯。有无？好啉呢。真正袂歹呢。嗯。哇，冰冰凉凉。嗯，是啊。其实这水吼就好诶。我感觉遮吼，真正就适合骑机车。对，他拄仔赛车载你起来，你都惊到要死。哎，路到歪呢。系啊。像就这种路营赛车就较无方便啦。对啊。哎，但是我真正足好奇，你迄奥多摆装备到底有够无够？有，绝对有。你袂使讲啊，足厉害，结果啥物拢无。没无问题，系啊，因为我在装备安尼，有出去4、5工拢无问题安尼。啊，一个4、5工拢无。系啊，变再买一块食的来补就会使啊。好啊。行骨的话，掠只树啊吼，好，豆豆行吼。哇，这真正是对啊，起呢。阿伟啊，你嘛小等有一下。我行就捌的啦。对啊。头前了。嘿，对，要到啊。你定来吼。系啊。尽量踏在这个土地顶悬。好，会使，安全啊。安全，哇，到位咯，哇！布置甲遮水啦，看卖啊子。哎，超有气氛的哦。那是机车载来的。对啊。阿伟，你有厉害哦！你奥多摆会使载遮侪物件哦。系啊。刀啊，还有这烘肉的盘啊，还有这卡夹啊。
嘿嘿嘿。会使放迄个哦，系啊，一个碗池系啊。哎，你一开始咧落野的时阵，迄物件有遮少吗？因为比一开始用汽车露营的时阵，物件嘛是多嘿，啊，不过比慢慢咧愈来愈少了，啊，就开始是讲用奥多麦敢若较方便。我倒摆有啥物物件是一定爱炸？电火滚的布棚，一寡像煮饭的物件啊。即马暗疏疏呢。哦，这灯条，等下咱会使摆伫树仔顶，啊做氛围。可以拍开看卖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啊落甲交的就好啊。哦，嘿，等于讲安尼放的就会使啊啦，对无？哎，对对对。哇，系啊。烤肉安尼真正就有气哇，你看，氛的哦。安尼我就会使翕相啊啦。对啊，安尼我甲牵较长的，我遮嘛要挂一条。会使洗一日呢，再搁一粒应该就水的。啊，直接食交的就好啊。哦，啊，你平常是要安怎选定倒一个所在较安全？徛倒摆啊，较会去注意到边啊有啥物风景啥，还是有倒位会使落来啊呢？就是这个所在啊，你赛车的时阵，你定定就是赛过去啊，就无看到啊。因为徛倒摆你要去的所在就是较自由自在啊。就有气氛的呢。嘿啊，迄电火拍入去了，哇，规像哪拢是阮兜的感觉。对。阮朋友有厉害无？而且我头拄发现哦，遮完全机啊拢无网络呢。对呢，阮规工拢无耍手机啊。我感觉这嘛是一个足好的方式，就是会使互你机啊放喺边啊。较袂讲，有像朋友安尼出来食饭，啊，大家拢坐啊，算手机啊。然后来到这树林内，就是放互轻松，伫遮好好生活。安尼缘投的，你今日有传吧吼？有哦有哦。啊，我嘛有传猪嘿。无问题啊，无问题。讲有啊，讲有啊，你真正就简单的咧。对啊。卡洛，你感觉咱骑机车的方式足赞的吧？你看，路遮细条，我感觉乌多摆骑入去，我要倒喺倒就倒喺倒，规个山路拢是阮兜啦。骑机车是袂歹是袂歹啦，啊，毋过我一个查某囡仔，啊，毋是骑迄，我会足惊的啦，啊，开车嘛是较方便啦。安尼好啦，我找一个方式啦，最适合你的。好啊。对，你跟我行。好。好了，哎，可乐哥哥，嗨，你们一起烤肉啦！坐。你好。我太太。林太太，哇，要哪称呼？Linda。哦。琳达你好，你个翁仔某即马在露营啦，用这露营车的方式，就是最适合你的啊。啊，这台车内底是有厨房，啊有洗身躯的所在，佮有困的所在。拢有。哦，拢有。嘿，恁等下使入去参观看卖。等于讲内底就是一个敢大饭店的感觉，对无？特房。你这架车真正足悬。哎，这是啥？发电机，这台车是用新车充电的，啊，所以第大2工啊，你就可能要用发电机。哦，其实平常时你若有赛车，就有电力来。嘿，对。啊，但是你内底佫有啥物冷气啊，佫有冰箱。对啊，用电量就悬。嘿，较悬，所以我会甲我特紧查咧做备用。边仔迄台黑色的是啥？热水器。热水器。嘿，对。佫会使洗烧水呢。哇！然后用个很帅的皮包包覆起来。啊，即马高速公操咧，就使洗身躯。啊，这个尾门放倒落来了后，会使变一个平台啊。这吗？嘿，对。啊，伊会使甲大尾门拍开。啊，你看你要谈海边啊、钓鱼啊、创啊，拢会使。哦，这拢会使拍开坐一只。嘿，对。敢若一个足大的窗仔门啦。这就是一个马桶，啊，伊内底吼就是放一个储存桶。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户外的这个。在抢水的吗？哎，对。那是去海边啊。去海边啊，生创啊，会使用啊。哇！对，你驶较大，拢会使用较大啊。哇，就想要甲内底大对啊，看甲恁借一下便所啊，做一下便所。来用看啊，行。来
内底请。足宽的呢，对，这是客厅。一日来有够芳的呢，哇，客这冷冷气，够凉的啦。可是好新的呢。啊，这还有一个厨房。哦，这嘛会使炒菜煮饭对，哦。这有一个水槽啊，伫这内底。嘿，有时阵就是像即马天气凉凉的，就无一定爱开冷气，啊，你会使拍开这个窗门，嘿，顶家窗门，啊，会使抽甲风抽入来，抽出去拢会使。哦。对，后壁这便所。大金啊，会使洗身躯哦。会使，迄个莲蓬头是哎，便所嘛足大的。间的呢。对啊，因为你足悬的，你起码会使。啊，内底有几张眠床啊？一张，即马就是你看到这张，伫客厅的顶悬遮有一张明灯，伊是电动的。后等特别困的时阵，会使甲伊起来。对。降落来降迄度。降伫迄个碰椅遮，碰椅遮关东，嘿，啊有一个细的楼梯，你会使爬入去，爬入去内底。其实安尼足快的，差不多会使困2个大人，2个囡仔吼。对，遮内底佫有一个电视，会使电动的，电动的放伫迄个顶仔台面的下骹，啊伊迄会使电动的升起来。啊，这个有啥物物件阮无看到？遮佫有一个微波炉，啊伫遮煮嘛会使，遮有电炉。哇，啊遮阮要煮的物件拢甲伊收伫内底。而且放安尼是因为赛车就袂落去。来拄好，拢甲伊放好安尼。哇，这个真正是一个足高级的套房啊，因为拢是足幼路的物件。就是爱亲像厝内底伫装潢内底共款，爱甲你的想要爱的物件啊，甲伊设计入来。全部拢放在这架车内底。那细细间啊，啥物拢有。我出来录影，来吃点东西。谢谢。谢谢。这就是你想要爱迄种露营生活啦。对啊。哇，相当可乐哥哥，你会遐介意用这种露营车的方式四界走走？我基本上吼，录露营差不多20几档啊啦。哇！其实我用布棚露营，迄嘛10几年前的代志啊，做侪拢算过啦。啊，算到尾啊，家己有兴趣了，才往自走式的方式发展。嘿啦，因为咱都市囡仔吼，心情要较紧张一点嘛。啊，你会去山内底看一下青色的物件，去海边啊放松一下，感觉拢袂歹。卡洛，你看可乐哥，哦，迄露营车有够舒适的啦！你看省时间够省气啦，会使互阮这种吼露营新手足方便的呢。对啊，免大包细包嘛，要金布棚。对啊。啊，毋过我即马当咧拍拼，我无可能买一台露营车啊，对无？对吼，贵爽吼。我有熟悉一个，这个南部一个开露营区的管家，伊有做晚上。哦。伊这露营区足赞的哦，有够水，阁有够好看。你若去遐吼，你啥物拢免炸，会使去遐吼，好好放松，啊好好翕相。那安尼我穿安尼应该袂使吧？我应该换一束衫，啊，你会使甲我翕相啊？好，你换衫，我帮你翕。紧来，翕相落。这就水的呢，来。哇，好看，对无？这真正啥物拢免炸吗？我甲你讲，这种高级的露营吼，就是拢免炸，你着人水来遮翕相。这位就是晚上啦。这位吗？哇，晚上我头拄吼从卡路来遮安尼洗几年了，发现遮真正足水的。但是我甲卡路唔知影讲到底是多两个。哦，恁大的布盘是这2间双子座，还有迄间狮子座。哦，嘿，我看这内底真高级的。那啥物拢有呢？饭店内底物件阮拢有，阮遮还有一个饭店无的物件，就是阮的景观，会使看日落。啊，恁遮敢有啥物 room service？巴肚的腰呢？有，阮遮入住拢有附下午茶互恁。是哦。啊，阮嘛有附烤肉组，你晚上会使咧遐 barbecue。啊，真好呢。对啊，伊遮布棚的边仔拢有一个，敢若是灶骹还是客厅。客厅。啊，来的人客拢会使来遮烘肉。哇，看起来袂歹食呢。好看。
换别个角度看卖啊。哇，这个角度嘛就好看。哇！哎呦喂啊！我要加食，我要加食。我来加食一下。哎耶！哎，有够好看呢，真的。袂歹吼，真享受吼。嗯，有人替你烘肉，你有感觉蛮好食足幸福的无？足好食的。好，来，一块来一啊，块。你斗阵食啦，无就辛苦诶。哦，烘遮济。你总算是发现我足辛苦的。来坐来坐啦，做伙食啦。哎呀，猪甲迄传好啊。啊，谢谢啦，感谢啦。哇，安尼即届吼，露营这个感受啊，足无共款的。你看咱足侪无共款的方式。对，啊，你上介意倒一？我感觉我较介意拢徛倒摆的。世界你今日要带倒，你就去倒。啊，家己去传遐个，比如讲你要煮物件啊，家己用迄布棚。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甲台湾这个土地合作伙的感觉。哦，我甲你是无共啦，嗯因为我介意这较高级的感觉啦。对啦。啊，食物件阁有人传好好，迄布棚嘛免家己建，有人甲我建好好，啊内底阁有冷气。对，这嘛是一种享受啦。对啊，对啊。就是因为平常时啊，咱人就是足无闲啊，就是要好好放松。就是我感觉台湾就是足水的，就是看你要找倒一种较适合你的。对对，食啦。对啦，行好的，行啊，就辛苦对对无？对啊，你看，哎呦呀，哦，袂歹。我讲。大夫诶，你带我来遮伤水啊吧？这布棚吼，每一间看起来拢足高级的，啊，风格足特殊的呢。而且迄溪水吼，看起来拢足大自然的。所以逐间拢无共款。哇，带我来遮足放松的呢。对啊，我就是带你来遮的目的，就是要找你熟悉一个老师吼。伊毋但是足够办这露营活动，伊佫足够办市啊。哇，这个老师吼一定足捌生活的。啊，你紧带我去找伊啊！好，老师可能伫遐。老师搞早。啊，老早。你好，老师，这是卡罗，啊，这是咱这届露营老师。哦，老师你好，我叫卡罗。哦。哎，老师，他这位是？这位是阮翁。对啊。日本做的，日本做。是台湾人，是日本人。Ken 上。哎，はじめまして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はじめまして。老师，我最好，你想要想要办这露营活动啊？因为我想要推广那个台日交流、美学啊，布置那个露营的仪式感这样。啊，其实台湾跟日本的露营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？啊，无同。日本它的露营很多地方都没有电。我拢无电哦。啊，垃圾也要自己带回去。啊，台湾的营区比较多都有电啊，然后可以帮你垃圾可以帮你处理。安尼我看恁即马头前有一堆插头，这是嘛？连咪暗时要烧的吗？嘿。啊，想怎讲露营一定要烧这插头？因为有火就是让人家有那个凝聚的感觉。哦。然后除了做料理，有时候也就是一个氛围感。然后有时候热啊，火会有人让人家有点安心、放松感也。但是你看插头，知影因在起火的时阵，这插头拢是有讲究的。跟上帝用迄插头的时阵，拢是足幼弱的。一开始你放进去这个不好烧啊。哦。你一定要变得就是先切细一点，就是削细一点。安尼较幼弱较好烧啦。对啊。才袂讲规支弹入去就烧袂起来。啊，咱头一届会使互阮巴蒂试看卖无？可能你要烧这边比较好烧。OK。哦，江这边所在。哦，有啊。哦，袂歹哦。
对。哦，我已经大了汗细汗。老师，想怎恁即马露营要这忝？阮较早露营就用迄雅士起火烧烧就好啊。这是一个那个仪式感啊，小小的细节可以找到生活上的乐趣。真正就好奇，就想要知影，老师，迄日本人是为细汉的时阵就会开始来露营啊，来用这的茶。日本的话，他们从小的时候就会开始接触一些，可能学校会教啊，比如说刀子怎么拿啊，或是什么的。就像我的小孩，他从小，因为他念的是比较日系学校，他从小就是开始就要先学，第一个就是学煮咖喱饭，类似像这样。哦，是哦。然后学咖喱饭之前要先做一件事，就是要先车自己的围多多。啊，连这家己围多多嘛要家己做。对，就是他们会一步一步不一样的仪式感开始做，然后才会就是从工具开始，其实工具很重要。等于讲自细汉就甲你培养讲安怎爱知影安怎生活。对。就是你想要用起来迄气氛呐。对，所以布置啊，还有一些氛围啊，其实那个小细节，你这样叠叠看起来。到最后会营造出很不一样的感觉。哇，你看这干菇，伊的包装弄做到足水的呢。对啊，足有路的呢。而且我有发现，阮头拄仔来哦，看到这的布棚全部拢是较大自然的色，对无？有。就是迄配色是有经过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喜好，再用颜色去搭配这样。所以我发现哦，台湾的露营甲日本无同的所在是，台湾人去爬山的时阵啊，拢会穿迄黄是较光，不过日本人是足重视迄生活的美感，就是每一个细节拢甲用啊水水。若是清茶迄水，迄布棚嘛爱用啊足水。老师，你家己在遮嘛有一个布棚吗？当然去看一下。哦，也水呢。老师恁兜有够温暖的呢。真的吼，这个布棚啦，甲后壁树啊，敢若100度呢。你是有专门去配色哦？有特别精心配色，还有大部分还是以手工为主啦。全部拢手工的哦。对啊，你看这嘛是手工啊。啊，这嘛手工的。你看个稀稀呢，你看。真正呢。你有发现吗？老师的布棚拢是咖啡色较济，再来是青色。青色。我会先用咖啡色做一个底色，然后再加花的颜色，会比较好衬托出，也比较安全。你家的布地有足侪材质的，有皮的啦，还有铁啊，还有玻璃，这是要安怎配啊？其实木头跟皮革跟玻璃其实它们都相关，其实怎么摆都还不错。有时候你可能这次露营的时候摆这边，有时候下次摆那边，所以是看环境，有时候你的心情，有时候摆起来会不同。我最好奇你这装备是一概拢买好，还是亲像我头一届要露营，我就先买一项物件，再为迄项物件去发展嘛。对，你要先有一个家嘛。哦。对，然后再慢慢可能加小东西，你甚至你也可以自己 DIY 做一些像这种垫子啊。我发现吼，你看迄全部的色水拢甲这有共款，因为迄布棚边的铁啊嘛是这款色。铁啊拢是这同色的。你看伊这。涂骹这条裙仔嘛是甲这足共的。但是有时阵你若是来遮露营，你嘛使看其他的露营因的人是安怎布置的，对。嘿。会使参考啊，是安怎？所以你当初推广这个露营的文化，就是因为就是让大家多看看不同人的味道啊，然后自己去找自己属于自己的布置的方式。你看这些就知啊，比如说。因为很多人都有一样的东西，是我就给做一个这种。你今天大家一起露营的时，你都物件摕唔到，搁你有你的特色。但是老师，我想要问，因为亲像我想要拄开始要露营，我想要安怎用这个布棚甲家己的个性安尼造出来。其实我感觉布置，基本的配备有以外，我感觉布料蛮重要的。布料有很多，比如说你是毛的，还是这种针织的，还是平织的，那个温度都无同，就看你喜欢哪一种花色，因为那个布料的图腾会使衬托你的帐篷甲别人无同。我头拄发现吼，迄布棚啊，迄材质较光，老师这布料看起来雾雾，我感觉炕黑看起来较温暖。那个柔软度无同，像有的布料我也特别，比如说加一个刺绣。
所以布料较侪，会感觉搁较温暖，是吗？嘿。老师，我有一个就好奇，若是你这种布棚拄有落雨，啊，唔着规拢泡水去。啊，没，这个它有的东西防水啊，还是安怎啊？如果比如说皮革啊，你上面落雨，我们还会再搭个天幕啊。哎，安尼看了老师的布棚了，我嘛想要去参考别的布棚。对啊，因厝的生什么款的？好，嘛是这种合适咯。OK 啊。好，来参观一下。嗯。对不对？你有感觉这敢若一秒来到日本无？对啊，而且甲老师引导的风格完全无同款。你好，你好，嗨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古路小姐的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はじめまして。啊，你布置的风格是？我们喜欢古风 vintage 那个感觉，所以用木头跟老的，也之前有用过的那个东西。哦，そうです。伊较介意迄种较古早味的，吼，所以有一寡物件拢是足古早的。铁拿啊，对吧？对。就是有点像远足一样嘛，要来远足，大家准备好自己的东西。不过我感觉来遮的人美感就袂歹，就好诶。綺麗です。啊，是。較貴です。对啊，是安怎你会想要来台湾遮露营？喜欢台湾，然后他也可以开车，所以就去看看那个台湾的那个山上怎么样。我应该台湾的山啦，是吗？环境啊，想看看台湾的每个地方，都有无同安尼。因为我看遮敢若湿水较济，啊头拄看边仔，有迄黑色的对无？对，个完全黑的呢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老师带来去看。好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。竟是黑色的呢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最好奇是安怎，你的布棚想要用黑色的去布置啊？因为黑色的吼，透早开的时阵吼，较袂拍到，就是内面嘛是黑的啊。你若白透早5点外，哇！哦，光才袂透入来。哎，较袂透。哎，老师，为你的角度看卖，你感觉遮的感觉甲气氛是啥物风格？你看起来是黑黑，不过有伊的温度在，因为伊的白色啊，伊会加一些金色嘛，是有些木头颜色。哎，有诶。啊，重点是伊黑色虽然是黑色，但是它有一些雕刻，把那个黑色看起来更有特色。不是规个黑嘛安尼的感觉。对，就是外口看起来黑，但是你真少甲看内底拢是一寡美感吼。因为迄种插头顶光拢有雕刻的。老师，听讲你进前若是要来参加你的活动，是毋是拢家己先翕相互你看？对，就稍微先审核一下啦。哦，遐市啊嘛，差不多要开始啊，对吧？哎，我把其他传给你看一下。好啊，市啊嘛加厉害。对哎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拜拜。这个就是拄则恁古路小姐的，嘿，你想要来复古风，你看一下。足水的呢，我上介意这。真好耍呢。这拢是日本的职人去做的，做者露营的精品。真足够水的呢。系啊，你会。黑色的啊。系啊，黑色的。我拢配件啦。哇，这起亚真足好势的呢。今天就老人呢，啥物拢有。我甲你介绍，这个迄灯的主理人。皆さん。皆さん，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，こんにちは。是安怎？你当初想要设計這厲害的燈會？僕がキャンプ好きで、ずっと前からキャンプのランタンを作りたいと思って、自分の好きな仕様で作ってみました。为家己介意的代志开始啦。因为我头拄看，迄每一档伊的灯火拢无共的，迄外口有青色的啊，有一寡有画图啊。有金色的，啥物色拢有百種。拢無遮插番的。特色としてはあえてちょっと暗く作ってます。眩しくないように作ってるのと、あとバッテリーが交換
できるようにしてるので、もしバッテリーが劣化したら交換してまた再利用できる。等于讲，这电火除了有迄个艺术感以外，伊嘛足环保的，啊嘛足省电的，因为电火无讲介光啦，所以你会使一拍电会使用足久的。因为阮这届来遮，敢若知影要露营，唔知影有遮尔大个意义。对啊，而且露营有够侪水的所在，会使豆豆去欣赏，对，会使看到大家人对这个美丽无同款的概念。哇！我感觉你洗落来了，我感觉规个人生足清幽的呢。你会感觉吼，大家人家己的布棚摕来食，就感觉甲厝搬来食。这跟我较早想的露营是完全无同款。等于你来这个露营的世界，就是一个足美丽的世界。大家平时因为工作忙碌，然后可以来一下大自然，然后把自己的一些心灵沉淀一下，然后互相做交流，然后带的每一个东西，哪怕是自己手做是自己心爱的东西，在布置上，大家可以共享。我会使看到你的布棚，我去学习你的风格，啊，你嘛会使看到我的好的物件去学习。啊，我们来露营的时候也可以跟大自然学习。啊，比如说这边的地方是，比如说树枝比较多啊，或是这边是怎样，然后也可以利用环境去做不一样的布置。对啊，安尼我感觉是一个足好的概念，就是咱人爱行伫大自然内底，啊，而且爱尊重这个土地、这个天地，莫伤侪破坏，就是阮爱甲大自然。斗阵活在这个所在，活在这个空间啊。卡洛，你带来这龙岩区袂歹呢，伊只蒙古包拢生无共款。对啊，迄每一个蒙古包色水拢无共。是啊。啊，毋过有时阵吼，我去露营的所在，啊，伊每一个布棚拢生了共款。啊，你半暝若是要变数。对啊，走出去，安尼目睭个蒙雾啊，看无就走去别人门内底去啊。对啊。足尴尬，足更笑。迄时阵吼，阮就爱做一个门牌。对啦，哎呦，门牌才有法度知影家己住倒一间嘛。我知影一个做手工的老师。应该有法度啦。哎呦，定定露营来款吼。对啊。安尼我要做一个我家己的门牌。那去谁看？好啊。哎，老师你好。你好。这是阮朋友巴蒂。你好。老师你好，要安怎称呼？我叫做木木。麻烦老师帮阮做一块啊，这个门牌，互暗时啊吼，为布棚出去的时阵，袂走唔着咯。对啊。因为你看今嘛嘛要暗时啊呢。这是阮木木老师的专业。哇！这是门牌，但是看起来嘛，亲像迄种捕梦网。嘿，对。较无共款的是，我是用捕梦网的概念，啊，这中间这是一块黑板，啊，会使用粉笔去写字安尼。我所以会使写个切条安尼。啊，所以顶悬这物件拢是你家己手工落去做。嘿，对。哦，这厉害！啊，味道开始做。咱来酸酱酸节这藤圈。安尼我要查的。好，我要这个白色的。嘿，啊，酱搁有一块黑帮。来，这里的。基本上都是拢用扫啊白就会使啊，对无？嘿，但是咱先来编辑的这。这是放在这下开啦。嘿，对，啊，这是咱爱用手工来编的，爱用对扫啊开始做。这是用扫啊落去编啊编啊，敢若叶啊，对无？嘿，对，做看卖就知。好，老师来甲阮教。这一般扫啊要去倒买才买得着。手工。手工店就有啊。先甲这较长的这条较长的对折。对凹安尼对凹。甲放里倒顶只。放里倒顶。啊，扫啊有足侪细条的对无？对。啊，先甲这放里头顶，凊彩先放一位就好啊。哦，凊彩放一位，啊嘛对凹吗？嘿，对。对凹。对凹啊，放伫中。老师，伊个方向有差吗？无差，袂要紧，做出来袂无共方向尔，但是伊做起来是共款。好。啊，咱另外一条放头顶，然后你爱嘛甲对凹，啊，伊才有一个圆圆的嘛。嘿。你甲对这个尾只撑轨。
然后你这边嘛爱穿过伊的圆圆的这个所在。来啦，安尼对不老师？嘿，用按对，就是安尼。就好耍的对呢。对，啊，咱家其他的这细条的锁啊，拢甲安尼甲夹起嚟，夹掉。这还就歪嘛，这两条安尼扣就是。不要紧，咱先甲夹起嚟了后，等下个会使搁调整。而且这一做咧都无想要停落啊。因为伊是一个重复性的动作，你会使一直做落。我差不多做好啊。有参像一个叶啊呢。老师安尼敢对？对。啊，阮后一步是要做啥物？后一步咱就是摕这螺啊，甲螺开，甲这一条一条的螺，好安尼较开的，伊看起来才会碰碰。规条拢爱磨。你会使对尾流遮安尼豆豆啊螺起哩。啥做要甲螺开？因为你若无螺开的话，伊看起来就一条一条；咱若甲螺开的话，伊看起来会较高水嘿。好，安尼就好啊。嘿。啊，另外后一步咧。那热到差不多的话，咱就会使加组装。哦，啊，顶悬爱有啥物元素啊？乌帮是一定爱的，啊会使家己紧介意的娃娃，啊，搁有杯，啊，搁有这缎带，啊，搁有咱头拄仔做的这。啊，这拢是用白的吗？是用啥物白？会用白的。哦，就用迄本身的锁啊绑起就好啊。嘿，对，搁有铁丝甲绑起哩。老师啊，参像这个娃娃拢是你去外口迄买便的吗？毋是，迄是我做的。我看遮吼有叶啊，啊有杯，啊搁有这香。嘿，你若咧选这主题是有啥物完整？拢会使，看你家己介意安那拢会使。先紧这吼。嘿，先紧这，但是这若伤济的话吼，伊会变甲足重的。爱配一个吼。我想要做一个花花的，花花看起来足活泼的。哎呦，安尼配嘛就好看老师袂歹哦。因为老师这做了好啦，其实你安怎配拢就好看，配看嘛。啊，你会使下骹嘛配一个这树叶啊这线。哦，好多这会使红蒜的。哦，我要这，看起来就嘛有这粉红仔色的。对。啊嘛有这种彩色的。哦，这袂歹，这袂歹。这个爱先用。啊，规粒嘛，规粒该。嘿，我用互你看嘛。绕圈圈啊。哦，看你要用偌济啦，你会使用较近的嘛，使用较宽。对，你会使用较窄的，你嘛会使用较宽的，拢会使。看你介意要偌宽。啊，遮的落去是用白的。咱等下头尾甲白做伙。哦，好好。拍一个角就使。其实安怎配拢足好看的。对啊。金色嘛足好看嘞。金色嘛足好看。金色配这袂歹。对啊。对。伊这锁啊顶悬啊，拢有叶啊呢。安尼拍角晓。对。家己斗3工。嘿。在后壁。所以爱较低。哦。安尼才看无。对。爱收在后壁就对。咱等下会使甲这拍过来位，等下做下骹，啊下骹会白遮的物件，缎带嘛，你就会甲砍掉了呀。哇，其实你看安尼配色袂歹哦。老师，啊这边怎放入去？咱用这铁线甲绑伫头顶，啊你要绑伫倒一个位？我想要安尼，伊咧内底，安尼会使吗？我试看嘛来，因为我这内底的迄面啊，剪甲较杂白，所以较歹撑。所以老师乌帮是上尾啊才用的话。会嘿对，无咱等下做的时阵，伊会扩来扩去，嘿较歹做。我是安尼甲洗吗？嘿洗，然后用迄夹。哦，洗了，啊，家加长是无？对，这个是夹叶啊，啊，这个是硬嘿。我会甲凹入内底，因为安尼才袂去插着人。哦。插着手安尼。这安全嘛，最重要。对，你试看嘛来用这夹嘿。好。啊，会使莫留较长。哦，较短是厝啊嘿。啊，甲藏起来。嘿。哦，安尼有看无？对，嘿对。哇，你这高水耶！对啊，哇，真好看。来换你，我甲你换咧啦，啊你拔下骹啦，用较安尼哦。对，你洗安尼洗几落哩？好，安尼啊位都加哩。这支差不多加到这。啊老师讲用这支，甲凹入去。甲铁线凹入去。然后，然后咱就看过要拔啥物。老师，你若是要叶啊，甲这花做伙弹做伙，是毋？安尼较困难。会使，我甲你称。好啊。老师，我这会使
各洗一盖？会使啊。哦。老师，是安怎吼？咱做这个门牌，会使用迄种爸爸款的方式，是安怎你一定要用这种捕梦王？是因为我家己就介意捕梦网的。哦，你定定咧做面盲票，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捕梦网的寓意就是讲，你若做一个好梦的话，你会使用捕梦网甲这个好的梦甲保存落。对。啊，我就想讲用这个甲门牌去做一个结合安尼。你看我加一个浅的粉红啊是？袂歹吼。有赞助哦。安尼，咱就来经下开缎带，看要用啥物种。这个吸水的。是还有这哦。粗的，还有这软色的。老师，参像这种缎带，真正做甲少油的呢。其实这种的可能有的会来做发夹，还是衫，拢会用到这种的。啊，我是想讲，甲伊发挥伫咱的捕梦网头顶的下开秋安尼，啊风吹来伊就安尼摇一个，对。就油路的呢。老师，阮要安怎甲这绑进去？咱就甲看你要爱的长度。长度是会使家己决定，还是你感觉有一个美感会使甲阮夹？咱有一条迄树头拄咱做的这树叶啊嘛，我会甲吊伫上中，有做讲吼，咱吊伫安尼，我就会入边啊，咱看你要平长，还是要安尼留啊粗安尼，拢会使。好，所以爱先用头拄仔做的这，底爱放边啊，还是放中？底会放边安尼。啊，中放长的，放长的。哦，好，这就安尼甲吊起哩，对，迄空撑过安尼甲吊起哩，安尼。啊，这就是共款用铁丝撑过绑起来。因为边仔会出来嘛。嘿，对。你嘛绑安尼，伊会伤，伊就会骨落。嘿，所以我拢用绑的较条。较袂刷位。甲头拄的方式共款。嘿，对。捕梦王啊，有啥物元素一看就知影迄是捕梦王。我感觉是一个衣裤啊，通常中方拢是网啊嘛，我家己改做是一个乌网。啊，重点就是下骹爱有秋的物件，还是安尼飞咧，迄种感觉啦。我感觉老师这用迄乌网就有创意。嘿呢。因为我从来唔捌想过会使加一个乌网，对啊，顶管佫会使写字，佫会使画图，较实用啦，对无？对。哦。然后咱就把这缎带拢绑在顶管。老师，这缎带要安怎配色，较袂看起来足奇怪？你会使相同色系搭配，还是你要跳色嘛？其实嘛会使。哦。好。哇，我要加这，我就即摆看起来真正足水的，对无？你看。系啊，有够好看的。加果水。老师，迄下骹差不多爱几条啊？较适合？我拢差不多4条甲4条，总共8条安尼啦。啊，两边安尼长度差不多。长度我用这个互你看嘛啦，我是甲对折挂起哩嘛。你就差不多拧的时阵，你嘛爱甲这个算入去哦，因为我等下是安尼挂起哩的，所以你就安尼挂起哩，安尼拧，看你安尼差不多嘛，还是你较长？所以我想要安尼粗为遮到遮，我遮就是较长，啊遮就是较短。方向是为头前。对，对后了后为头前，啊甲撑过。伊正面就离头前，因为伊后壁是安尼。若是为后壁，伊后壁就安尼摆摆。嘿，对。我帮你提，你靠我绑。好啊。我先做你的壁。老师，你头拄讲安尼对后。对。啊，甲这算入去。对。正面拢互伊是正面。这个我没讲诶。就右路的呢。好，安尼正面对正面，安尼。对。对啊。啊，你要绑几条？8条。老师讲加4条，啊加4条。我是感觉安尼较满啦。满。嘿，对。我先甲长度抓出来，我就一概绑。会使，你这长度会使，啊，你会使用这个长度去加其他条。我是第一届做这菜式，因为我较早拢会出去佚佗，啊，我嘛拢会做这，啊，毋过我拢做迄，敢若这原本的色白色啊，对，第一届做菜式，感觉足高水的，是真正好的。对啊。老师，平常时你咧做这啊，啊，你有别种的材质会使加入来？
有这红啊，这嘛，这是我家己编的嘛。你若有迄种去食娃娃，还是啥，迄种娃娃，其实你嘛会使甲夹起哩。编的啦，要编的嘛会使。要编的嘛会使，无一定爱像我安尼用车的。好，安尼拍架。老师，你改到3工就好，我遮真好。好。哦，老师的绑比较，这真正较紧的哦，厉害。因为恁第一届来用嘛。哇，老师甲你斗3工，看起来规个拢无共，较有精神啊呢。规个拢活起来，对啊。老师，你平常时拢为倒位有这灵感？会去参考别人看，这个人做了嘛袂歹，迄个人做了袂歹，啊看家己上介意的是这个人会做的是啥物部分，我是感觉上介意的，咱就使甲参考安尼，因为大个人做的物件拢最厉害的安尼。亲像我即嘛有看卡洛的作品，我就知影要。我差不多好啊。嘿，啊，我即摆要教迄用迄个黑棒。嘿，对，好，我来。先拍一个角，啊中甲用一条线。对。这黑棒顶管就是用迄粉笔甲写的。嘿，对，也是讲吼，你去迄书局，即摆有迄种叉笔有无？粉笔伊有粉嘛？对。你安尼切掉了后，迄粉会安尼落落。啊，你若用叉笔，伊较袂有粉。吼！哇，你迄5花10新呢？嘿啊，哦，你要结婚了？但是我这较查甫人气开，对，简单啦。老师，嘿，你感觉我这咧？哦，你这个是粉红仔色的，我足介意的，因为我嘛足介意粉红仔色的，佮介意迄花用的伊的这像伊的发夹嘿，足可爱的。真正是老师足厉害。爸很啦。闭上了的那 face